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周英权阿群妹，今日我嘅心情当好，因为爱同大家来小嘅一个，说嚟心情会当好嘅东西，系一个甜点。哎呀，甜点大家可能冇乜嘅按手势，因为有很多软饼干哦，软软的饼嘅，同嘅印象当中咧，酥酥脆脆，有些些冇共用。韩国亲戚片嘅係，今日來到也節目當中嘅也頭家。非常嘅好爽，大家可能就會嚇一下，因為其實你使唔使聽聽？來細細嘅分享，今日嘅節目地都有請到位來賓來分享姐妹戲腸甜點工作室嘅潘美儀分享，大家好，我係潘美儀，東潘喜來到了。練他幹嘛？練課語練很久，對不對？對。我們剛剛在片頭的前一刻，我還在幫他複習凍飯魚。所以，美如黑那片他港語哪裡客家人？湖口的客家人。然後黑媽媽這邊是客家人。哦，媽媽這邊是客家人，然後現在很年輕，25歲而已，然後就出來開一間甜點工作室，叫做姐妹戲腸甜點工作室。顧總來兄。很多姐妹戲腸就是根本妹妹冇來嘅原因，是嗎？是因為叫姐妹戲腸，所以今天妹妹才沒有來嗎？是因為妹妹她還在上學，然後她不是因為吵架，不是，以前吵，就是因為她教課業比較忙碌，所以她今天沒有辦法來。然後因為我們品牌誕生之前，就是妹妹她還在讀餐飲科，然後那時候是社群小編。那時候是什麼時候啊？因為你現在才25歲，你們開大學畢業沒多久。然後就開這個甜點工作室。因為我們就是一開始是因為我們住家裡，然後我們就睡在同一張床上，然後我們就是晚上睡不着的時候就會聊天，然後聊一聊，我們就想說以後要一起開一間店。那因為戲腸是，對我們真的有吵架。你說開店過程嗎？因為我們從小就開始吵，不僅吵，難免啦。對，我們又吵又打架。對，然後覺得因為小時候就吵得很兇，可是長大以後竟然要一起開間店，我們就覺得很有趣，所以我們就這麼決定，我們的名字要叫姐妹戲腸，對，甜點工作室。然後這個真的就是跟妹妹一起經營的這樣子的一個工作室。對，一開始是就我們一起弄，只是後來因為她就是還是學生，她課業比較忙，所以她就要去兼顧她的課業，所以後面都變成我自己弄。對，就剩姐姐自己，所以今日咪係姐姐去家來上節目，來同大家來分享其他的甜點。那其實現在我聽到嘅米西，就是我聞到非常非常香甜的味道，我現在已經就是口水快流出來了。美如先跟大家來介紹一下你們的工作室裡面大概有哪一些品項，好不好？我現在看到有餅乾或蛋糕之類的。就是我們目前主要推出的有軟餅乾跟巴斯克蛋糕。那軟餅乾的部分呢，就是有分2個系列。然後第一個是就是常溫的軟餅乾，然後就是大家比較常見的那種美式餅乾。對。然後第2種就是需要冰的那種乳酪曲奇。那像常溫的餅乾的話，我們目前有7種口味。然後比較受歡迎的是那個綠色的。對，上面有一顆草莓，好可愛哦。對，那個是抹茶草莓棉花糖，然後它就是外表比較可愛一點，然後吃起來有抹茶的香氣，然後也有草莓凍乾的酸甜感，就蠻受到大家的喜愛。對。那剛剛你說有這個軟的有冰的軟餅乾，這個是我以前沒有看過的，跟大家來介紹一下這個。它是要冰嗎？就是要冰冰的吃。我們會建議它冰冰的吃，因為這個系列它比較主打就是軟餅乾加乳酪蛋糕。然後我們就會一方面是因為它是乳製品，所以就會建議大家要冰着吃，比較不容易變質。因為以前的軟餅乾感覺都要先烤過。對，就是通常都要烤一下，然後它可能會酥酥脆脆，所以這個就是要冰冰的吃，不用經過。建議冰冰的吃。冇 Q 用嘅軟餅乾啊，對頭前講到讓他講嘅動作變嘅軟餅乾這3個字，所以軟餅乾係乜嘅冇？佢講睇下有印象嘅話，應該係有一間潛艇堡店。他就會賣這個軟餅乾，大家普遍對於軟餅乾最一開始的認識，應該就是從那一間店的軟餅乾，對吧？就是你買一個潛艇堡，它的配套餐就是配一個軟餅乾，再加一杯飲料。對，所以如果大家對那個潛艇堡有印象的話，就是它的那個副餐軟餅乾。那美如來跟大家來介紹哈，軟餅乾前一步在台灣其實蠻流行的，來跟大家分享一下軟餅乾到底是什麼。
对，就是一开始可能就会在那个前厅堡的那家店里面，就是先认识软饼干这个品项。可是因为其实正统的美式饼干它就是比较甜一点，然后后来就真的很甜。因为我后来研究，就是可能韩国那边就是有对它的甜度进行改良，然后就可能比较符合现代人追求的那种减糖的生活，就比较健康一点，就也慢慢的流行起来。对，是不是造型上面也越来越多元的感觉？对，就是我们就是可以像我看到我的产品，就是它非常多的颜色，然后我们也会用不同的配料去搭配它的口味。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有讲到那个抹茶草莓的口味嘛，那雅哈米有Kondo有一个就是红色的那一个，我觉得它看起来也很可爱耶。它是什么口味？它是蜂蜜莓果，它的红色是我们用红橘粉去调的，然后里面会有蔓越莓干跟夏威夷果，就是非常健康又好吃的一个品项。哦，科学就懂等一下，然后旁边这个咖啡色的那是莲花饼干，然后加伯爵茶，吃起来会有特殊的香气。然后在旁边这个我认得 Oreo， 对，也应该很受欢迎的一个口味吧，这几个。对啊，Oreo 可可就是小朋友看到就是妈妈我要吃这个，就只要看到那个饼干就要吃那个口味。但是糖共美如七嘎中医耶都没刚刚 NCOG 亚的，美如你自己最喜欢的口味是哪一个？我自己最喜欢的是那个橘色的，它是双重起司。这是起司，对，上面起司看得出来，但是它的颜色看起来很不像起司。对，因为它里面有加入非常大量的金黄起司粉，超起司哎！对，我觉得很适合就是起司控去吃，真的超级起司的。你说是金黄起司粉？对，就是它的起司粉不同于别的起司粉，它就是本身它就是非常的橘。然后因为它颜色太鲜艳了，然后有时候在市集上面，就会很多人以为它是胡萝卜的颜色。因为那个胡萝卜给感妹色，胡萝卜素的颜色，但它不是胡萝卜口味，对，它是 cheese 口味。对。其实软饼干真紧就会同印象当中，我刚刚试吃，大家应该没有听到那个咔哧咔哧的声音，因为它就是软饼干的口感。但是我觉得软饼干就都在喊它老嗲跟米西更凸显出来，就是它的口味很重要，它的口味会很明显的被吃到。那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的软饼干的用料是什么，材料那一些。就是我们这边的话，奶油就是用法国的发酵奶油，然后我们糖是有特别选用日本的三温糖，就它会对人体比较温和一点。然后剩下的话，我们就是使用比较知名的，像可可粉是用法国的可可粉，然后茶粉的话，我们是用台湾在地的茶品牌。对，我们都是尽量选用一些比较好一点的品牌。所以其实这些材料全部都是你自己挑选过的。对，我们都自己测试，就是有时候可能要买不同品牌的牌子出来，回来测试才能测到最适合的口味。那像这样子做软饼干，你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因为我本身不是餐饮科系出来的，但是你妹妹是，对但就是因为她就是刚好说她课业比较忙，所以她不一定可以帮我，所以其实大部分前期研发都是我自己去处理。那可能她有时候看到我的做法就会觉得很头痛，才会出来纠正我。会头痛是不是？因为我常常会跟她说，这个东西一定要加吗？还是我可以换成别的口味吗？还是就是有时候我想偷懒，就说我不想揉面团，你可以帮我揉吗？那会不会有偶尔是可能你提出一些很天马行空的想法，然后最后是可以成功的？就是可能妹妹一开始打枪你，但最后反而可以成功。有啊，有像是那个起司的部分，他就会觉得，因为他一开始也会觉得这个太橘了，怎么会有人敢买？对，颜色的关系。对，但是后来是就是后来对我很坚持，我相当坚持。但就是后来就是有吃到敢尝试的人，他们吃到就会觉得非常好吃，就会愿意继续尝试。对，因为也吃到像甜点所以有赏时会需要就是完全的甜来疗愈自己。不过有赏时还讲有一些嘞咸跟米西，有一点咸味的甜点，其实还蛮能中和那个甜的感觉，对不对？
对我也是这样觉得。故说你看哦，呀，当后上个美如同家个妹妹共下来开一间当电影下很多姐妹戏场嘅工作室，啊，除咗有呀软饼干之外，有冰呢，有常温呢，韩国妹有鸡卵糕哦，还有当内容要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进到节目当中。好，非常大家又真到复起来咧，我係做一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呀，會皮的東西，會變胖的東西，但是很療癒啦，應該這樣講。雖然甜點就是會變胖，但是就會幫你心情都好啊。故說希望大家有嘗試心情唔好，想會來一啲咧甜點啊，幫一下下煮茶哦，幫一下復起來嘅時節，就說得來參考一下軟餅乾這個選項。可能每人平常時按宿舍嗰種西點餅乾，酥酥脆脆的，不太一樣。但是軟餅乾也是有軟餅乾的優勢，畢竟講從可能有的電視機條件的觀眾啊，牙齒不好，軟餅乾就蠻適合的嘛。因為比起來，像西點餅乾可能就很硬，故說軟餅乾就還蠻適合。太嘎就做的，應該老人家你小朋友都還蠻喜歡的吧？對啊，對啊，就是老少咸宜。對啊，老少咸宜。故說太嘎就做的來當做呀這個下午茶的一個選項哦。來繼續來收嘅，剛剛有講到出台有常溫系列，也有這個要冷藏的系列，這個是我以前完全沒有吃過的一種軟餅乾的選項。它吃起來會比較硬一點點嗎？它吃起來，我覺得它吃起來就是我們這個系列主打就是軟餅乾 mix 乳酪蛋糕。那它外面就是一樣是軟餅乾，然後裡面是我們自己調製的乳酪餡。然後像主持人吃的這一顆是焙茶蜜油乳酪，那外皮是我們用花蓮武鶴地區的焙茶粉去製作的。那它吃起來茶韻非常的醇厚，然後內餡的話是蜂蜜柚子醬調的，那吃起來口感會比較清爽，然後也會有茶香。真的超好吃的，好幸福哦！我現在整個非常非常的好吃，因為你知道我剛剛為什麼會覺得冰的會比較硬嗎？因為我想說軟餅乾有奶油，所以奶油冰過感覺就會變硬，但是我剛剛吃起來。它不會硬耶，它還是軟的耶。是它跟就是常溫的軟餅乾的配方是不是也有一點點不一樣？對，它會比較不一樣，因為它本身有乳酪餡，然後因為常溫的餅乾它可能就是我們就有自己思考過後就覺得它這樣子吃會比較好吃一點。就是常溫的餅乾吃起來。以含它有一些些嘞，外表還是有一些些酥酥脆脆，還是有一點硬度，但是裡面的心是軟的。然後剛剛吃冰的，它好像就像是一個甜點的感覺，就是軟的甜點，它整個吃起來都是軟的。然後剛剛有講到那個茶粉的味道非常的明顯，然後再搭配裡面的乳酪，還有一點點酸酸的味道，所以我覺得搭配得很好。這個茶粉你們也有特別挑過，對不對？有，我們一開始也有試，就是其他品牌的，可是後來決定，就是既然我們台灣就是已經有這麼好的茶品牌了，那我們就乾脆就用我們台灣在地的品牌來製作。那我們其他的系列，像伯爵茶的，也是用這個家的台灣品牌。哦，沒喺台灣呢？對，哇，很棒哎！我覺得就是大家好像都會覺得，這個軟餅乾是國外的東西，我想要用國外的材料，但是你找到台灣也有很棒的這個味道的食材，然後把它放進去，也是你們自己也覺得很好吃的這個食材的味道，對不對？對啊，對啊。就是如果可以，就是我們還是希望可以選用在地的食材。但是雖然它是國外的東西，但我覺得結合我們台灣自己的東西也會蠻不錯的。很棒，我覺得很好吃。那除了剛剛我吃到的這個口味之外，本呢要冰的系列，還有那的 Q 你還有哪些口味跟大家來分享一下？我們還有就是比較熱賣是中間這個黑色的，它叫黑心覆盆莓。那它跟雙重起司很像，就是它也是外表比較特別的口味。對，我們是用可食用的竹炭粉去調的，所以它看起來會比較黑一點。是故意，我老幾周都愛用糊糊，要把它做成黑黑的嘛？對，我那時候就覺得這樣會比較可愛一點。你現在這張照片就是
黑黑的饼干，然后黑黑的盘子，看不到那可能就是我们拍摄的时候就是摄影师的考量。对，但还蛮有趣的，因为懂黑上瘾，应该蛮多年轻人会喜欢的吧？对，因为它吃起来也是，因为里面是用覆盆子果酱调的乳酪馅，它吃起来就酸酸甜甜的，那也是蛮热卖的一个口味。对，然后还有其他的口味，我们还有其他的，像是还有一种是焦糖伯爵茶，然后里面是我们自己手工熬煮的焦糖酱。对，我们都蛮热卖的。然后其他像是乳酪浓抹茶乳酪曲奇也是蛮多人喜欢的。虽然它叫曲奇嘛，乳酪曲奇对，但是它不是曲奇，它是软饼干。对，因为我们想说跟就是我们常温的软饼干做一下区隔。对，我觉得很特别，也很好吃。这是我真的是第一次吃到这样子的软饼干，结合了乳酪蛋糕的口感。而且同中意同大家來分享。不過剛剛有談到其實美如同大家來分享動到種某 Q 用嘅口味。不過你就講，就像你現在就是一人作业的感觉，因为妹妹很忙，就没办法帮忙。你现在主要销售的通路大概是哪些？那我们一开始最初就是打算用网络工作室就好，因为那时候像刚刚有说，妹妹她自己有课业，然后我也有自己的正职的工作，那甜点工作室就像是我们的副业。那我们后来就发现，因为在网络贩售的话，就是会缺乏跟客人互动的机会，然后也不能面对面的交流。那我们跟客人就只是在手机荧幕后面就可能打字互动这样子，所以我们后来有时间的话，都会去参加一些北部的市集活动。那参加市集就可以当面的跟客人介绍我们的甜点。那是妹妹吗？对，那个比较矮的是妹妹，真的会吵架对，所以你们就是会出去外面的市集摆摊。对。那你觉得去市集跟客人交流的感觉，对你的回馈是什么？就是我会比较直观的去感受到，就是这个饼干是在市场上是大家会喜欢吗？或者是因为像很多人就还没有吃过软饼干，我就可以当他们的第一个，对，我就可以拓展他们的体验，对的感觉，对，很有趣哦。懂挑上给安永跟森亚摩也喜欢到市集去跟人家分享。那之后是不是也有想要开店的计划？对，因为我们开到现在其实也要2年了，然后因为我们就觉得只是在网络上好像没有个定点，就是我们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地方，所以就决定要开实体店面。之后会开在哪里？之后会开在就是新竹市有个东门市场，那它是很多新竹在地的年轻朋友，就是他们创业的第一步。然后因为那边就是现在已经聚集了很多的摊商，那它本来是一个老市场，然后后来就有经过政府的一些帮助，它就有蜕变成一个新生态的文化场所。那其实它1、2、3楼都有蛮多的店家。对，那1楼的话比较偏餐饮业，然后2、3楼就会有一些特别的，像酒吧啊，或是咖啡厅，还有一些甜点店，就欢迎大家可以去参观看看。所以之后美如你们也会在那边开一间店面，实体的店面。对，我们预计是8月的时候会在2楼开店面。在2樓，睇下販賣啊，就走得到半夜過後就走得到新竹嘅呀東門市場，因為也方便嘛，就是車站附近嘛，算方便。对啊，而且那边也是算室內，然後那邊有一些停車場，就是大家可以偶爾就是有空可以去那邊走走。对，所以之後在那邊就有實體的店面，那你應該就會從兼職就不兼職了，變成就是我的正職變成我的工作室。要恭喜耶，很棒！按 Hill 上就可以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全职的工作室，我觉得很棒。后来支持一下，所以接下来要这样子全心全意的变成一间店面，会紧张吗？非常的紧张，因为我每天都会想，完蛋了，我今天还要做什么？然后可能因为开店本身就是我们最大的花费在装潢，那我现在就在装潢的期间，那我就非常的紧张，因为每天都在烧钱，对，然后也担心就是可能就是粉丝朋友会就是找不到我们的地方在哪里，因为
东门市场的1楼会比较热闹一点，然后其实有很多在地人不知道楼上还有东西。哦，对，那我也想要借此就是让我们新竹在地的朋友，就是可以往楼上去走，然后找到许多更多的宝藏店家。对，因为就像我们讲的，呀3楼嘅建筑有东道嘅店的，东道店家全部就都伫度。故说我们抢地1楼老老啊听听哦，2楼、3楼都有东道好看的，2、3楼都还有很多的店家。对，所以分享大家，半夜过后就走得去请美如他们。那其实美如，你刚刚有讲到，就是你本身也不是本科系的，是妹妹才是。那在这个过程，等于说你有点像是在自学的方式吗？还是有去上课什么的？对，我其实算是自学，因为我其实从小就对烘焙还有甜点就蛮有兴趣的。然后那个时候每次去像是大卖场啊，或是书店，我就要看到那种甜点的食谱书，我就会站在那边，我就会一直看。然后那时候我就会叫我爸妈，你们可以去逛你们的，就不用管我。但其实蛮好笑的是，就是我那时候家里没有烤箱，所以我其实记下来的那些东西，我是没有办法做的。所以就是当做是一个娱乐。对，我就先看看那些大师们都在干嘛。对，我先记起来。但是后来就是大学的时候，家里就买了一台就是小烤箱。你是说烤面包的那种小烤箱吗？还是大概这么大而已，就是非常小的那种烤箱。然后那时候就是有了烤箱，那我一直以来的甜点之梦就可以爆发。对，那时候我就是什么都想做，然后什么都想尝试。然后就刚刚有说到妹妹就是看到就觉得很头痛，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在自己乱搞东西。但是你就是自己在学的过程当中，最后找到软饼干这个商品来当做是你开店的这个一开始的商品吗？对，因为我觉得软饼干是一个变化性很大，然后它的外表也很可爱。对，我觉得人就是视觉动物啊，就是觉得想要做出可爱的东西。对。没错，故说今日节目当中所以有呀，清等一下嘅美如分享，清等一下嘅软饼干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呀，还有上瘾虫呀。先休息一下，等下还有含卡多内容会同大家分享哦。好，非常大家有阵都福起来咧，我係综艺圈阿 Q 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這樣25歲嘅美如佢開了一間甜點工作室，到姐妹戲場。接下來佢哋半夜美愛地東門市場，新做嘅東門市場2樓對不對？2樓嘛，對，2樓開實體的店面，所以就即將要從這個兼職變成全職的老闆了哎，哇，好厲害哦！25歲做頭家，我覺得很不可思議哎。超厲害的，那給的嗲美迪度麥董董很療癒人心的甜點，包含有這個我們剛剛吃到常溫軟餅乾，然後要冷藏的軟餅乾，還有巴斯克乳酪蛋糕。這個巴斯克乳酪蛋糕其實也按多年來一斗年都懂 house 的這個巴斯克乳酪蛋糕，對不對？這幾年蠻紅的。對，就是這幾年它比較就是知名一點，因為可能之前會比較流行像生乳酪蛋糕或是重乳酪蛋糕那種，就不用烤的。对，就是像巴斯克，就是它算是比較中間的感覺，就它既不會像重乳酪那麼的，可能負擔比較重，然後又不像生乳酪一樣就比較輕盈一點，它就是比較適中的口味。對，但是我很好奇，你要它第一眼頭前擺嘅給你啊，就是這一顆巴斯克乳酪蛋糕，跟我認識的巴斯克不太一樣，因為我認識的巴斯克感覺應該是黃色的，然後要有一些可能膠感，就是有一些出口來的感覺，但是它是很漂亮的白色哎，跟大家來介紹一下這一顆。這顆是我們最近推出來的新品，它叫桂花芋泥巴斯克蛋糕。那我們巴斯克其實跟別人比較不一樣的是，我們沒有追求那種半熟的流心質地，然後它吃起來就口感偏比較扎實，然後也綿密，然後也是奶香比較濃郁的那一種。而且它有分層哦，對不對？我們這顆桂花芋泥巴斯克它就有分3種不同的口味。那像最上面這個白白的，是我們用南莊的桂花釀去製作的一些慕斯，然後中間是我們招牌的經典原味巴斯克，然後最下面是我們就是自己手工熬煮的芋泥，好好吃哦。因為
芋头口味，我相信大家都懂中医，尤其是 M 风一来的观众朋友，我们的福气来了的收视观众朋友一定超喜欢的，就是这个年龄层很爱吃芋泥。然后芋泥跟桂花是我没有试过芋泥的巴斯克蛋糕跟桂花的慕斯这样子来做结合。你刚刚说是南庄的桂花吗？对，南庄的桂花酿，因为那边蛮知名的，我们想说就是也是继续沿用我们在地食材的我们的想法。东香，我觉得很香，就是我现在已经吃完一下下了。那个追肚烘除了有就是乳酪的奶香之外，然后还有一点点那个桂花的味道飘出来，就肉眼看其实没有看到桂花，但是它的味道整个融在它的慕斯里面。很好吃哎，这是你想的这样子的做法吗？对，因为其实我们平常看到巴斯克，它可能口味就比较单一一点，像是芋泥巴斯克，它可能就只是芋泥加乳酪蛋糕的感觉。那我就想要再创新一下，多一个层次，对，就让它吃到会觉得比较惊喜一点的感觉。很棒哎，但这个是不是期间限定？目前，因为我们新品的话都是一开始先推出来，就是测试看看大家的反应，对，因为叫测试是不是？对，因为其实像以这个为例的话，就是其实市面上没有那么多，就是像这样子有分层的巴斯克，所以我们怕大家怕大家一开始没有办法接受，对，如果后续反响比较，就是大家。就是有继续支持的话，就可能会让这个口味继续沿用。目前收到的反应如何？目前这是粉丝说的，不是我自己说的。这是他吃过最好吃的巴斯克。哇，很高的评价哎！对，我觉得很开心，就是有成功。对，而且我觉得你的调味都很适当，就是像我刚刚讲桂花给黑一类米西它谈没东西，它并不是味道这么重桂花，但是。你的整个调和起来，它的桂花的香气是出得来的，然后芋泥，懂 Noble 芋泥就会它甜，就会比较甜一点。但是你的芋泥，我觉得你应该把糖减得蛮低的，就等于说它的甜腻就是只有在中间的那个巴斯克的地方，然后上下都是在中和那个乳酪的那个比较重的口感。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是搭配得很完美。那也不仅仅是这一个口味，提升美如还有其他的巴斯克的口味，对不对？对，我们目前巴斯克的口味有经典原味，然后伯爵茶跟焙茶，还有今天有带来现场的另一个是小山园抹茶蛋糕，很可爱哎。对，就是我们后续除了这种单一口味的巴斯克，我们就想继续挑战像桂花芋泥这样子有不同口味去堆叠出来的巴斯克，就把它变得更有点升级的感觉。对，就是我们能做出不一样的变化就不一样，就跟我的软饼干一样。哦，很棒哎，我觉得很有企图心的感觉，就是有不一样的挑战。但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个开店的人，对于一个创业的人，要接受太多人的评论，是一件轻无简单的事情。不过米家的就做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大家开店嘛，就是要接受大家的评论。有时候像现在 Google 评论很方便，可能很多人会在 Google 上面留言，然后可能也会有一些正面的评价，也会有一些负面的评价。但这些我觉得都是一个开店的老板要经历的事情。那美如，我觉得你很正面的在经历这件事情，就是你找了试吃员。就是你专程找试吃员，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刚好我们有一系列的新品要推出，然后我也想要把我的配方做改良，那我又觉得我自己吃，然后我自己觉得好吃，好像没有什么用，也不太准确，所以我们就请我们的粉丝朋友来帮我们做试吃，然后那时候我也跟他说，如果你真的觉得不好吃，你可以直接讲，没有关系。所以就是你就给他吃，然后让他直接告诉你他的心得。对，你就可以，你狠一点也没有关系。他们大概会狠到什么程度？就是像有一个，像我们今天主持人有试吃的那个焙茶蜜柚乳酪曲奇，那时候就有个客人很直接的跟我说，他咬下去就只有中间那个蜜柚乳酪的味道，然后那焙茶粉焙茶就消失了啊，焙茶在哪里？对，也是因为有他跟我说，我才有发现这个我自己找不到的盲点。对，所以我觉得试吃员的回馈对我来说很重要。所以平常都有在争试吃员，就是偶尔就会偶尔都会争一下。好想成为试吃员。
然后开玩笑的啦，就是真的是俺黑熊威讲给黑，就是其实像这样子的年轻人创业，就是很希望可以听到来自他的消费者，整是给赏银，还一天轻某简单的事情，尤其是像这么年轻，然后要接受这么多的评断，你会不会觉得中间有受伤，或者是觉得有一点被打击的时候？就是虽然我们大部分听到就是可能客人会跟我们说，就是真的很好吃，或者然后下次会来支持。那有时候就会有一些比较可能不好听的声音，像是我有在市集就摆摊的时候，就直接被一个阿姨就说：“啊，你这个饼干卖那么贵干嘛？谁要买？”然后那时候就觉得。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就是有一定的价值。那如果你肯定我的东西的话，你就会愿意买。那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也没有关系，你可能找到你更适合你的一些商品。对，因为毕竟我出来开店，我就是要赚钱嘛。什么东西都要钱，你总不可能跟我说哦，可能这个成本20块，那我只卖可能25块。对，而且。不可能这么低的成本，因为就像美如刚刚美如讲到，为什么我们 For Hero 一个节目儿童大家来收学生了一样的东西，都嘛该用嘛该东西做？为什么我们要跟大家讲到说，这是什么法国的奶油，这个是哪里的可可粉，然后台湾的什么东西，这么该因为讲都按优，就喺儿童大家了解到。其实，演唱的也都今日同大家分享的也都来宾，都係加到精挑细选的这一些很棒的食材，然后集结成他们的商品，故受张同大家来分享。所以我觉得也借由像美如这样子的很年轻的创业，同大家来分享讲加到来创业吧，会遇到那种困难，也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小小的饼干。它的价值会这么，就是它跟你想象的、一般想象的普通饼干可能是不一样的，是因为它花了很多心血都底度，不管是制作的过程还是它的食材，都是给它的去把他们的心血结晶，对不对？那最后一点点时间，美如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你们过去也有做这个节庆的礼盒，对不对？对，就是我们品牌经营到现在，我们都会固定在一些节日推出限定的礼盒啊，或是一些新品，像是母亲节、父亲节，然后中秋节、圣诞节跟春节，因为这些日子呢，就是它会有。就是我们需要跟送礼呀，对，我们需要送礼，然后那个好像月饼哦，对，它就是花纹，但它其实也是就是软饼干哦，对，我们就是结合，然后这个是凤梨酥哦，对，是凤梨酥，不是软饼干，还是凤梨酥口味软饼干？凤梨酥它就是凤梨酥，对，我们觉得这些日子就是需要跟家人、伴侣还有朋友就相聚的日子，那希望我们的甜点可以成为大家的心意。然后让收到的人，然后可以感受到一点点的幸福。所以逢年过节的时节，也可以关注一下美如你们的资讯，对不对？对，或许也有一些节庆的商品来推出，本大家来抵到一下再消息咯。韩国今日有想到美如来到节目当中，竟然是一个烘焙的爱好者，今日嘅福气偏理点，就要来同大家来分享一下轻简单自己做布朗尼的方法，对不对？对，因为刚刚有说到就是我家里以前就是没有烤箱，然后后来就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做很多不同的甜点，然后直到后来有一个非常小，就是跟我这个板子差不多大的那种小烤箱，这么小，对，非常的小。那布朗尼就是我第一个学会的，就是第一个学会的甜点。对，那我们材料有像这些，就是有巧克力，然后奶油、蛋跟低筋面粉跟可可粉，然后就这么简单。对，那它的做法呢，就是你先把巧克力跟奶油，然后隔着热水融化，然后搅拌均匀。对，然后你再拿另外一个碗，然后打入4颗鸡蛋，然后塞入70克的糖。然后也是搅拌均匀，然后再把你刚刚前面弄的混合起来，对，把巧克力糊跟蛋液混合起来，然后最后再塞入80克的低筋面粉跟10克的可可粉，然后就倒进你手边有的任何的模具都可以。你说碗也可以，对，碗也可以，但是你要确定它可以进烤箱那个粥也进烤箱。对，然后最后就是进到烤箱180度烤15到18分钟就可以了。那你也可以就是你喜欢的配料，你可以自己加进去，像是核桃啊、花生酱或是香蕉，就你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口味。
好棒哦！按简单的一个布朗尼的做法哦，就是美如轻简单的同大家来分享。鼓手也后生人创业，请大家来多多支持哦。今日谢谢美如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没什么，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嘅舒缓休息，下强下来做运动哦。节目好看无啊？好看福喜来嘅电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記得留影片分享出去，還個到福喜來嘅面書網站，還個訂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還個影片記得分享出去哦。